天真无邪的样子，再次经过那巷子，能否比较没有那么相似？我其实一直都很相似，天使恶魔在僵持，究竟谁会比较强势？看多大的相似，只有一种样式，热泪三番有2次，分离后又再相识，不小心就像犯了僵直，破坏彼此的方式。谁先丧志，成为文明的僵尸，失魂落魄走在街上，只等着某一天被撞死。王子，希望全都像王子当时，永远回不去的当时浪子，回了头发现本性还是个浪子。我的样子，谁的样子？什么才是我本来的样子？王子，坚强只是个王子当时，无法去篡改的当时浪子，继续走当个被人唾弃的浪子。我的样子，谁的样子？什么才是我本来的样子？最初的梦想想不起来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到最后还跟医院似曾相识？似曾相识。最初的梦想想不起来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到最后还跟医院似曾相识？似曾相识。王子，希望全都像王子当时，永远回不去的当时浪子，回了头发现本性还是个浪子。我的样子，谁的样子？什么才是我本来的样子？王子，坚强只是个王子当时，无法去篡改的当时浪子，继续走当个被人唾弃的浪子。我的样子，谁的样子？什么才是我本来的样子？最初的梦想想不起来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到最后还跟医院似曾相识？似曾相识。最初的梦想想不起来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到最后还跟医院似曾相识？似曾相识。世界就像是一张网子，而且还不让你躺直，身上再压个胖子，淋上一些恶心的槟榔汁，谁人当成满名照的汤匙？但不都是这种生活方式？不管再怎么的努力尝试，最后还是会被上帝放置。我们谁不是呢？我们谁不是呢？我们谁不是呢？失魂落魄走在街上，只等着某一天被撞死。